之立法會大換血，最新最驚嘅策略出遊。每3個人有一個現任議員要出局。哇！出局牌，出局就唔可以再參選，最後同幕後 boss 過招先算贏。我過到啦！哇！改革成功。最新桌上遊戲立法會大換血，哇！1/3議員要淘汰啦！用淘汰卡即刻送區返屋企，借頭行齊步入中央批准位，抽到中央批文肯定穩陣啦！期期換血真開心，一齊換血！全新策略桌遊立法會大換血，乜到啊？推動法案先，我抽到 boss 卡啦！每位玩家化身中國官員，1/3億元要被淘汰，不可再參選。哇！即刻發動指令！哇！咁刺激！遊戲充滿全力爭奪，出奇制勝，中。哇！我隻頭啦！哇！抽到 DQ 卡，佢俾中國淘汰咗啊！我就換人啦！議會爭霸戰最新初上遊戲，1/3現任議員隨時俾 DQ，要換新面孔。我過埋最後一格啦，贏咗啊！好刺激啊！4條友齊對戰，一人一票，齊。替身玩法，立法會大換血，頭迎期，鬥智鬥膽，1/3現任議員一定要被淘汰。哇！我淘汰咗佢。抽到幕後 boss，秘密指令仲可以發動清理，將對手踢出局。快啲投票啊！最後邊人升華到最後一輪，即刻挑戰，即刻刺激。好玩啊！全新初上遊戲立法會選舉大作戰，玩家輪流行棋，完成各區任務，再用秘密投票收集選票。佢要出局啦1/3現任議員會被淘汰，唔可以再選，夠刺激啊嘛！到我挑戰聯任啦！票數最高。輪到我啦，推前3格，我借頭啦！我點？去到補選位。攞張補選牌，有票支持你啊！哇！可以入議會喎！咦，抽到現認不可聯認，要退場啦！哈哈，換新人上場啦，好刺激啊！好好玩！立法會選